过10天2月2日是世界母语日。教育部今日专工邀请对法国来的，毋过讲咱的台湾本土语言是讲到有够认真的吉列米及雷米来做大赛，叫大家做伙讲母语。教育部今年嘛号召社教馆和图书馆做伙推广，要让母语成做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自即马开始讲咱的话，所以吃了臭人饼，爱继续讲哈。表明因为即马开始讲咱的话，受邀担任世界母语日活动大赛法国的台湾人吉雷米、吉列米，嘛用家己激励，一个外国人会晓讲台语有心意外，环境上重要。对台北的囡仔来讲啊，可能因父母伊家己无咧讲母语啊，所以嘛是环境最重要啊。我感觉。嘛有爱有兴趣啦，因为你若是无兴趣啊，你想要学外交的语言啊，像英语啊，是日本话啊，你家己感觉，我家己母语这无水准啊，这嘛是一个我感觉这个足陌生的现象啊。吉列米表示，即卖囡仔母语爱讲甲练长，除了兴趣之外，就是爱加鼓励。教育部嘛表示，即卖除了国小到高中推展本土语言课，嘛会伫2月中下旬调集10间国立社教馆甲22县市的公共图书馆，推展本土语言导览等等，对环境教育来做起。如果在这样的场域里面，都可以从导览或这个专题的这些展览啊，都有办法有机会去接触到，也就是让我们的母语可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啊，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潘文中指出，教育部推出系列活动，就是希望大家对母语来看重。吉列米嘛表示，伊无希望台湾社会50年后，敢若讲华语甲英语成为新台湾人，伊会尽家己的力量，保存各种美丽的本土语言。记者陈亚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